继续来讲苗栗，警方巡逻发现一台轿车，这个车头是弄甲密密麻麻，甲查落来临检，21岁驾驶情绪失控，一个讲要找行警的朋友来灌说，一个搁甲警察大细声。警方离的车顶是发现一大堆的独家背包，面顶拢是写这种亲文雅、真有气质的歌词。所以乡亲啊，咱会报这条新闻，上主要嘛是要甲你讲，即摆独家背包的包装是安尼千奇百怪。若有人要请咱食，看到这种的，是千万唔通食。东西放这，把它放这啦。警员这起超车，21岁驾驶原本讲好，后来佫无同意，开始甲警方大细声。我叫我朋友来，好不好？你叫你朋友来干嘛？投奔了刑警啦，你要不要？驾驶讲伊要找伊刑警朋友来，又佫甲警察呛声，被持咧伫涂骹逮捕。叫谁？你在叫谁？叫谁？警方伫驾驶座这依阵下面发现这份盒仔，拍开来看，竟然是装独家背包，一抄抄出20外包，生做安尼。真有创意，每一包拢写歌词。一些情歌的歌词啦，输了你赢了世界又如何？然后加起来的重量总计是60几公克。唔知的人向阳一看，以为讲是虾米文创的嘉宾，真有可能因为好奇误食。警方提醒，即马独家背包，这包装是称霸种。若是有人讲要送你，千万唔通黑白试，因为这真有可能是毒品。